如果你話用一個詞語咧嚟到形容我哋呢個嘅智能系統，我會話係快、靚、正，可以以人為本嚟到去做呢個嘅設計，擺脫咧用戶要操作嘅時候咧好沉悶嘅機器。我哋開發咗一套咧智能住宿同埋管理服務系統，咁我哋透過喺宿舍裏邊嘅房間安裝咗智能電錶啦，同埋利用物聯網 IoT 嘅控制系統，我哋實現咗對照明啦、空調啦同埋插座等等嘅設備嘅遠程管理。我哋嘅團隊咧喺呢個行業裏邊咧深耕咗都有10幾年嘅時間，我哋深知道咧傳統大廈嘅系統啦，包括風火水電都係各自為政嘅。我哋希望去構建一個可以持續擴展嘅多應用中央平台，推動智能大廈嘅應用。我哋都同香港中文大學嘅禾聲書院咧嚟到去具體實施咗呢個智能住宿同埋管理服務嘅系統。我哋用咗短短2個月嘅時間咧，就完成咗硬件嘅安裝啦。而我哋軟件嘅配置方面咧，亦都用咗2個禮拜時間咧，就可以上到線啦。提升方面咧有幾個方面嘅，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個即時嘅資訊啦。而洗衣房一直咧都係佢哋嘅痛點，佢哋冇辦法知道而家洗衣機嘅使用情況。但係 App 嘅出現咧，就去幫助到宿生嚟到省去咗等候嘅時間，同埋提升咗用戶嘅體驗。我哋未來咧將會拓展市場啦，我哋都首先鎖定咗東南亞，我哋希望應用喺酒店行業，喺裏邊咧做節能，同埋咧嚟到去用無人化嚟到去做管理嘅。相信咧，我哋能夠攞到呢個獎咧，對我哋都係一個實力嘅認證啦。我哋繼2023年咧獲得金獎之後咧，我哋今年再奪3獎。喺市場推廣方面咧，我哋相信獎項咧可以幫助我哋建立品牌嘅信譽，所以唔好怕嘗試新科技。市場咧正可能就係渴求緊呢啲方案嘅。